我七個女特別中意食咕嚕肉，但我從嚟買七邊買，因為自己整太簡單啦。又來啦，妹妹，有冇發覺我個櫥櫃唔同咗啦？大家覺得靚唔靚啊？嗱，傳統嘅咕嚕肉就係用五花肉嚟整嘅，將佢去皮，再切成粒細嚿啲喎，加一個蛋黃，少許鹽，一間生粉，用左手攪勻佢，再上生粉。呢個菜好唔好食，糖醋汁非常關鍵，俾2間番茄醬，3匙羹白醋，2間砂糖，少許清水，一啲生粉，記得收藏好喎。喺度特別感謝東莞生喜全屋定製贊助咁靚嘅櫥櫃，有需要嘅可以揾嗰條佬。5成油溫蘿蔔渣，拍視頻唔容易，俾個愛心支持下你，唔該晒大家。變金黃酥脆流起，再將呢個糖醋汁倒埋落去，細火煮滾，加入彩椒，炸開個豬肉同埋菠蘿，兜勻佢就 OK。酸甜開胃，超正啊！快啲試下啦！小紅書